今次就真係以金牌為目標嘅。由細睇到大，而家個狀態咧，即係喺佢哋技術方面咧，我練得好好㗎啦。即係佢而家身體具備嘅得分能力啊，或者各項戰術其實 OK 嘅。呢2-3個月就作最後調整，就係可能係心態啊，跟住係戰術運用方面就加強啲咯。7月份開始到亞運前就會當佢哋係合宿咁樣，即使你本身係一個澳門人，佢哋都會要佢哋留喺澳門做，就係留喺中心，唔可以立亂外出。除咗休息日可以翻屋企之外，咁其他大部分時間都要留喺中心，即係集中啲去練習，控制飲食啊，控制休息同埋控制所有訓練強度。而家備戰情況，我覺得好辛苦，但係好開心嘅。咁就因為呢個屆一定係我最後一屆亞運會。希望可以同啲師弟一齊攞獎。咁我今次就係第一次即係有埋個人嘅項目啦，咁係壓力會大啲嘅。即係而家整齊度上面，我哋其實都好咗好多嘅。咁所以我哋今次其實翻嚟都有真正咁樣再開展一套新嘅套路，咁就希望係可以即係激發一啲強敵啦。由細睇到大，只不過大家一齊食飯或者點樣令到大家個感情會更加好，感情都唔差咁咪更加好。最多3個月或者2個月啦，咁都好快過啫，就捱一捱，就相信唔係，因為係上最後一個好成績出嚟啦。目前體能狀態調整得好好嘅，咁體重都控制咗係自己個磅數嘅範圍㗎啦，係啦。咁目前就係一啲策略同埋一啲心態上面嘅調整咁樣。其實上一次都係同細佬一齊參加嘅，咁上一次就好唔甘心啦，攞咗個牌我攞唔到上一次，咁希望今次就一齊攞。係啦，我上一次就因為第一次參加嘅，嗰陣時就真係以挑戰為目標嘅啫。咁今次就真係以金牌為目標嘅，咁希望真係衝到上去翻上台嘅最高分。今次有第2次就可能自己已經變咗師兄呢個角色去出戰呢個亞運。狀態其實而家都備戰到個狀態都有80%㗎，剩低2成就自己再繼續調整。最緊要肯打咯，因為我覺得而家我哋嘅技術同埋體能係唔輸蝕俾其他國家嘅，咁啊一定係前3啦攞獎牌。第一時間知道嘅時候係非常之興奮，但係亦都同時係比較緊張，因為始終都係第一次未體驗過。因為我哋好多時都會出去集訓啊，或者請其他外隊嚟同我哋一齊練，所以即係對抗性會比較多咗啦，而且嗰個策略都會係嘅知識水平係高咗嘅。希望可以有一個機會係衝上去頒獎台上面。都好激動同埋興奮同埋緊張，因為係第一次打咁大嘅比賽，可能就係上到場呢個心態比較差啲嘅，可能上到場嘅呢個進攻就會再少咗啲啦。好似佢哋呢一次外隊嚟訓練咁，喺每一次打嗰陣逼自己肯去攻啦，唔好驚咯，係。澳門隊亞運加油！我撐澳門運動員。